我不嬲都同人講啊，就係第一要叫有機會，第二就要有運氣，第三就先至輪到本事。你本事能叻，你冇機會冇運氣係冇用嘅。咁啊，王晶咧，佢係失敗過嘅，但係忽然間咧，佢有機會有運氣加埋佢啲少少本事，咁啊湊合埋咧，我令到佢咧就變咗賣咗導演啦。佢小學嘅時候咧，佢熟讀《水滸傳》啦，108章有個名同到花名，佢全部記得晒嘅。你即係人哋啊，淨係記得個一部分嘅啫，有啲好冷門嘅佢都會記得到嘅。有啲我啲朋友考佢都考得到。咁我到中學嘅時候咧，咁佢成日睇我啲劇本㗎，成日抄我啲劇本㗎，又話我啲劇本曳啊，總係唔通啊，又要改啊咁啊，我成日俾佢煩到我咧，就我好難以答覆佢啊。咁有時就收埋啲劇本唔俾佢睇嘅。咁聽天林叔講，其實阿王晶細嗰時都幾有天分喎，對呢方面都嚇。